Fishball どうも國際巨星そこです。我都知道好多香港人咧嚟到東京嘅時候咧，以新宿為基地，其實咧係住東京嘅或者新宿嘅人咧，有啲咩傷風啊或者都市病嘅時候咧，都會嚟到呢度。其實新宿車站行路10分鐘就過到嚟呢度㗎啦。就算係新宿嘅中央都可以感受得到靈氣，得到元氣。冇錯，呢度就係新宿御苑嘅ございます。今集我哋同你一齊好 relax 咁樣散下步。你哋旅行嘅時候太講效率啦，有啲目的先得咁樣嘅感覺。ダメです。今日漫無目的咁樣，好悠閒咁樣，同我一齊行下。行きましょう。啊咧，新宿御苑唔係為咗國民嘅公園嘅咩？點解係要收錢嘅？真係新宿御苑入邊原來有咁多設施㗎，有個博物館啦，有個 information center 溫室啦，同埋咖啡啦，可以食到壽司嘅 locker 都有喎。大咗劫都可以過到嚟呢度。新宿御苑咧係明治時代咧係被稱為新宿植物御苑啊，呢個就係新宿御苑嘅前身啊。原本咧係江戶時代咧係叫做係內藤家一個好有錢嘅人嘅嗰個住宅嘅一個土地嚟嘅呢度。跟住明治時代就係嗰啲政府接收，跟住咧1906年嘅時候咧係變咗正式叫做係新宿御苑新宿御苑。而家就係日本嘅環境省係管轄嘅，被稱為國民公園，但係收錢，收我哋嘅稅，仲要收錢啊！我都冇交過日本嘅稅。呢度嘅咧大細係大概維園嘅3倍ですよ。跟住咧呢度有個日本嘅庭園，跟住咧有個英式嘅庭園同埋法式嘅庭園ですよ。哇！呢度有個新宿嘅御苑，唔知入邊好唔好睇，會唔會門真提㗎？入咗睇下先。呢個新宿御苑咧，係每年4月咧，日本嘅首相咧會搞啲煙花嘅會啊。1906之後就成為皇室嘅大庭，就會接待好多海外嘅政客啊，或者重要嘅人物啊。好靚啊！呢個溫室嘅設計，喂，好似一個好現代嘅美術館咁樣。周生之前有冇嚟過？之前冇嚟過啊，新宿御苑第一次就今次。我哋而家目的地就去日本嘅庭園啦，有個水池啊，係啦，以呢個水池為中心咧，係設計出嚟嘅日本嘅回遊式嘅庭園啊！哇，呢個草地都好靚啊！哇，すごい！哇，真係好大喎！果然係維園嘅3倍，同女仔一齊。你喺新宿御苑 dating 都好似幾唔錯嘅感覺。哇！呢個草地都整理得好好喎，真係忍唔住想坐下咁樣嘅感覺。其實新宿御苑呢個4個字就我又聽過好多次啦。不過實際嚟就第一次咧，真係百萬不如一見，百萬不如一嚟。估唔到係新宿車站行過嚟10分鐘就可以感受到咁大嘅自然。すごいな，呢個草地，見て對面都係ですよ，對面都係啊！哇！我估今日都應該有34、35度啊嘛。嚟到呢個樹蔭嘅地方，feel 到嗰啲好涼爽嘅嗰啲風咧，真係好涼喎。以前嘅內藤家，江戶時代嘅內藤家係好有錢啊！佢哋一家人係擁有咁廣大嘅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係公開於大眾啊！咁大嘅、咁靚嘅地方應該要俾大家欣賞，先至可以見到咧呢個畫面。呢個大戰係療愈緊人。咁見到咧，其實好多國家嘅人係外國人都多嘅。呢個池就係以前內藤家江戶時代嗰陣都有呢個水池嘅，係啦。咁咧直到而家咧都係一路都保留住，以呢個水池嚟中心咧係成個嗰個日本式嘅庭園就設計出嚟。呢個就係日本嘅回遊式庭園嘅特色ですよ。你可以行一個圈㗎，咁就可以望到唔同嘅景色㗎啦。4季唔同嘅嗰啲植物咧都可以望得到嘅。
喺新宿嘅城市入邊咧，行幾步就好攰啊，覺得好熱啊咁樣。但係呢度就哇，我係咩？好涼爽喎。これ何 You found something? あれすごい。何してんのかな What are they doing? 何してんの蜜飲んでる。ああ。おお、これ好得意喎呢度。さっきのなんかこれあります。はい。これを2つ。レモンスカッシュ2個。2個。4人。さあ，我就而家入到嚟叫做陸羽亭嘅呢個地方啦。係咁跟住我就頭先同鋪頭嘅人傾下偈，呢個地方係同嗰啲歷史嘅嗰啲建築物係唔關事嘅，即係純粹係商業設施啊。咁以前係有人係喺度教嗰啲茶室嗰啲嘢啦，咁主要都係喺呢度休息下咁樣。咁今次咧，我哋嚟到呢度咧，而家係8月嘅時候，成個感覺係好夏天嘅嗰個綠茵茵嘅感覺啦。咁咧搞到我咧嚟到呢度之後咧，就四季唔同嘅面貌都好想睇喎。3月去到4月咧，喺呢度嘅櫻花都係咧非常之出名。咁咧係被選為100個日本嘅賞櫻嘅一個名所啦。日本嘅首相咧都係4月咧喺度搞大型嘅嗰啲櫻花嘅會啊咁樣，所以我都有機會咧喺3月4月嘅時候都想嚟呢度睇下呢度嘅櫻花係幾咁靚啦。2013年嘅時候咧，原來呢個新海誠啊，佢嘅作品啊《葉葉之庭》，尤其係英式嘅嗰個庭園嘅畫面咧，係出得比較多啲咯。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睇下佢嘅新海誠嘅呢個作品。わらび餅啊，すごい綺麗！呢個好似家徽咁樣嘅嘢係呢間鋪頭嘅一個家徽咁樣。啊，いいですね。これはやっぱり夏天就係我哋日本人咧都中意食呢個蕨餅啊，わらび餅。いただきます。いや，我嚟過新宿咁多次，點解我就 miss 咗你呢個新宿御苑？因為我一見到呢個新宿御苑嘅4個字嘅時候，你俾我嘅 image 係有啲嚴肅啊，同埋好似好悶嘅感覺咯。新宿御苑實際嚟到就另外一件事，我相信好多人會中意嚟新宿㗎嘛。不如嚟一趟新宿御苑嘅時候，估唔到喺新宿嘅正中央會有咁嘅地方。よかったよかった。嚟到呢度よかったです。